转型做 YouTube 的艺人迪英、孙鹏之子孙安佐，昨天2日合体网红馆长陈之汉一起，除了还原美国恐攻风波的真相，孙安佐也对大众吐露心声。针对媒体对妈妈迪英和自己的一系列报道，孙安佐傻眼直呼很会掰，认为不管自己做什么，媒体总会扯到他爸妈。此外，孙安佐也坦言觉得演艺圈很假掰，坚决表示未来不会踏进这圈子。昨晚馆长在中替广大民众帮忙提问，针对外界认为迪英夫妇溺爱儿子一事，孙安佐首度正面回应，他强调父母并没有溺爱他，对他的要求也不会很无理，但是也不会让孙安佐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例如想刺青妈妈也是会管。相较于成绩，迪英夫妇更看重的是做人处事方面。孙安佐说，爸妈教导他一定要懂得尊重别人。孙安佐坦言，妈妈小时候管教很严格，但到了高中以后就没那么严。话锋一转，他也一再抱怨台湾媒体，不管记者说什么，好像都可以扯到我爸妈。什么迪英怒了，孙鹏怎样，踩到迪英禁忌，怎么搞得好像他们都住在我家，知道我爸跟我妈在想什么。孙安佐认为媒体的报道搞得好像妈妈迪英经常在生气，让他当场比出尴尬3条线。此外，日前有媒体报道孙安佐要到日本读书，孙安佐也痛斥根本乱编，谁讲的？我什么时候说过？历经恐攻风波后，孙安佐坦言心境上觉得人生中能经历最难的一关都过了，日后也没什么可怕的。至于转型当 YouTuber 尝到走红的滋味，孙安佐则说红不红对他来说都没有差，他也坚决表示不会进演艺圈。他形容 YouTube 其实就是劣化版的节目，而它最好的地方在于可让你拍想拍的东西，不像演艺圈很假掰，不喜欢很假的事。